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林仔。今日同大家推介嘅呢係 BHN 049湖南網山3天段呢條線路。我哋首先會喺福田口岸集合，以及深圳灣口岸集合。出發之後啦，預計係2個零鐘嘅車程啦，就會到達龍門去食胡鬚雞宴。呢條線路嘅話呢，我哋首先會帶大家去到蘇仙嶺，我哋包日場去睇自古享有天下第18福地湖南勝地嘅美稱，亦都會帶大家去到新州人氣打卡網紅熱點，去到小鳳凰古城御後街。御後街嘅話呢，我哋可以去遊歷史古街，去尋找地道嘅美食。夜晚嘅話呢，我哋會安排喺24年新州全新開業嘅酒店，連續2晚住喺同一間酒店，唔使晚晚搬行李。喺行程嘅尾聲，亦都會帶大家去到國家5A 級旅遊景區網山風景名勝區。我哋唔單止包日場，仲包埋天台山嘅雲梯，免去一大段嘅上山煩惱。喺山頂仲可以睇到杜鵑花海。喺每年嘅4月以及6月啦，係網山景區杜鵑花盛開嘅季節。呢度咧唔單止有鹿角杜鵑、猴頭杜鵑，亦都會去睇到多品種嘅杜鵑花，亦都會帶大家去到后王寨風景區，去觀賞后王寨瀑布群，以最短嘅時間、最優惠嘅價格，去到最多嘅地方，睇到最多嘅景色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線路 OK 嘅話呢，真誠咁希望大家可以轉發分享出去，或者係同啲親朋好友一齊報名啦。